凌風 vlog free。喂，考 DSE 咯，仲拍 vlog？冇錯啦，今日我想講嘅嘢就係喺我進入咗戰場之後，喺考中文聆聽嘅時候遇到嘅奇景。咁啊，話説喺嗰日我就晨咁早咧，咁就同阿某某姓吳嘅同學咧就去咗大家樂度食早餐。咁食完早餐之後咧，就發覺外面風雲變色。此時此地，我就覺得此乃非吉之兆。咁就立刻搭輕鐵由天水圍去到老遠嘅美樂。當入到去某某學校嘅禮堂嗰陣時，第一時間嘅反應就係阿彌陀佛，一位金色安詳嘅大佛就喺禮堂嘅正中間。但係大佛下面嘅人類就充滿咗七情六欲，而左邊就有個充滿經驗眼神嘅男人，佢喺自己袋裏面就抄咗2部收音機出嚟，分別放喺台嘅左上角同右上角，同時再分別接駁一個黑色同白色嘅耳機，企圖將綠袖子由單聲道變成雙聲道。我心諗使唔使咁誇？但係當我望見佢後2個身位嗰個女仔嘅時候，我就明白佢都只係迫於無奈。嗰個女仔喺袋裏面拎出完全符合考評局要求46、15、15嘅收音機出嚟，然之後將條天線拉到天國咁高，再配合埋完全清晰嘅 Beats 耳機，比起新聞所講嘅某某補習社改裝嘅收音機更加強大啦，係嘛？我本來都唔信佢會攻擊到人嘅，但係喺佢9宮格之中已經慢慢開始出現一種奇景啦。佢用佢嘅攻擊成功轟炸咗2個考生嘅收音機，然之後嗰2個考生第一時間舉手 ，Miss，喺地球考試太危險啦，我要去火星。就係咁樣，嗰2位考生就喺佛光照耀嘅底下前往咗火星。我都爭啲揦嘢㗎，好彩我用咗索尼最新嘅 FK007反轟炸系統，成功擋住導彈嘅攻擊。唉，其實考個試啫，使唔使又要攻擊，又要防禦，又要反彈啊？普普通通考完個試咪得咯。唉，唔講啦，係咁先，拜。